同款是台南的消息，有一个70岁阿桑去因外务员的头路替人办代志，前一阵伊是去互派去台中收钱，煞是去互警方抓起来。迄个时阵才知影讲，家己竟然是咧做车手，互诈骗集团利用去。警员伫大路将这个富人人抓落来，超出相关的小铺甲现金。富人人甲警方讲，家己只是奉请的外务员。你拿完之后拿给谁？我不知道拿给谁。阿姨，知影这是车手的工作？我唔知影迄是车手，伊是讲外务员啊，因迄拢有答应啊。警方详细盘查，发现富人人已经70岁啊。富人人向警方表示，家己因为脚头骨疾病，走路无方便，也毋过因为欠钱生活，透过网络找投资公司外务员的工课，为台南到台中来收钱，并讲家己毋知影是替诈骗集团做车手。台中市北区一处大楼弃货前来面交34万元投资款，且高龄70岁之陈姓女车手。陈贤虽辩称不知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检方依法将富人人上办，检方也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规则文书、加洗钱等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1年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专家指出，最近几年，诈骗集团为着洗红火场，出款的车手也渐渐为青少年转变为外籍人士，也是有年回人。有时候你觉得要帮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结果呢到社交媒体上面去看到人家在应征工作，会利用这种知识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比较没有受到不知道社会的变化已经这么快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就可能会误入这个歧途。犯罪专家指出，年长者担任车手的比例愈来愈悬。一寡诈骗集团都是看准年长者想要食家己找工课的心态，以外部工作也是免经验做包装，吸引唔知影的长辈到底诈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